다 드리니 미규도지기 다 남다르 리제메게 나로네다 리제 이슈저고바다 리제 숨주바다需要讀 심베레 咁今日係課程第7日，要講嘅咧就係米格多傑自傳裏邊嘅第29同30個頌文。 남다르 리제메 튼제 루부 상계베르 제자와 我哋按照法王米格多傑嘅侍者桑傑巴珠嘅注解當中嘅呢個科判，我哋就嚟去講解。다 기부친비기 다 기부친딘 쇼송 나노 기부친비기 거咁其中講到三士夫嘅三士道，咁而家講到上士道嘅修辭。咁喺實踐上士道之法裏邊有分為動機、行動。行動裏邊嗰個講解就係觀修兩種菩提心，同埋學修兩種菩提心學處之法呢3部分啦。咁而家我哋就係講到第3部分啦，學修兩種菩提心學處之法。咁呢部分咧亦都分為7個部分㗎。其中第一個就係學修六波羅蜜之法，第二個就係淨治自心之法，第3個就係隨學一切菩薩行儀之法。咁呢3個都講完啦，而家就係講到第4個因時因地行持之法。咁呢一度嘅頌文就係、俗世之事法教者寥寥可數，而成事之境亦非如理契法，故更為竭力調伏自心，此為我妙行之一。咁呢個係第29個頌文。다 리진이 저구바디 다다 미규도지 건부나리아 슈데베기 미규도지 남달라라베 치사죠. 다 데라 자지 슈비나 카레지레스라비나。咁首先睇一睇呢個從學習米格多傑傳記之教授呢一個著作裏邊係點樣解釋呢一段頌文。呢部著作亦都係出自法王米格多傑。特別就係話係要想依止法王米格多傑作為上師嘅話咧，就可以按住呢一部學習米格多傑傳記之教授。咁其實就係去講解點樣去學習法王米格多傑嘅傳記嘅呢個著作。咁呢個著作裏邊係點樣提到咧？就有講到啦，有啲人啦，有啲人咧佢唔係佛教徒，或者咧佢哋唔係大乘嘅人啦嘅行者，唔係大乘嘅行者。咁主要佢哋可睇起嚟好似係咁樣，但係我哋並唔知道佢係咪真係一個修行人或者係佛教徒。但係佢睇起嚟咧，就唔似係一個佛教徒嘅人啦。咁呢一種咁嘅人咧，佢就做緊好多佛教嘅事情，但係睇落去佢就唔似一個佛教徒或者係大乘行者，但係佢就係喺度做緊好多佛教嘅事情。咁我哋就會見到啲咁嘅人㗎，佢並唔似一個佛教徒或者修行人，但係佢喺度做緊好多佛教嘅事情。咁好多時咧，我哋會睇落去好似佢真係做緊啲佛教嘅事情同埋大乘嘅事情㗎。咁的確啊，我哋會話好難真正了解一個人佢究竟係點樣嘅一個人，究竟佢係咪一個佛教徒？
但係有咁嘅情況。但我哋好難講，究竟呢個人呢係咪一個真正住持佛教嘅人啦？點樣先至真正係一個住持佛教嘅人呢？咁當然就係話，一般我哋話睇起嚟，佢自己亦都話自己係佛教徒，佢亦都真係承認自己係，譬如一個係大乘嘅修行人啦。咁我哋通常就會話呢一個人咧就係一個住持佛教嘅人啦。咁所以總之咧就係有大概呢兩種，就係一個係真係佢有講佢自己係佛教徒，真正喺度住持佛教嘅人啦，呢個係一種。或者仲有一種咧，就係好似相似嘅，好似喺度住持佛教、弘揚佛教嘅人，只係好似係做緊呢啲啫。佢只係做緊呢啲相似嘅事情，但係咧佢並唔係一個真正嘅佛教徒。所以咧，無論係真正喺度在住持弘揚佛教嘅人，或者係呢一啲相似嘅，好似係做緊弘揚佛法嘅人，真人又好啊，無論係邊一種人都好，佢哋應該都可以話咧，佢哋都係確實喺度咧，喺度弘揚持守佛教嘅人。亦都可以咧，都算係咧佛教嘅一個根本。當然啦，真正住持佛教嘅人，當然我哋都唔使講啦，佢哋絕對係佛教嘅根本啦。呢度要討論嘅就係嗰啲相似嘅，佢哋可能咧冇辦法真正做到真正嘅佛教嘅修持同埋真正咁弘揚，但係佢哋只係能夠做到相似嘅咁樣去弘揚佛法嘅事情。但係我哋呢度都要好重視佢哋㗎，呢一度個就係強調呢一點啦。所以雖然話啦，你可以話咧，呢啲相似嘅人喺度做相似嘅行為嘅人啦，佢哋嘅思想同埋行為上咧，係會有好多唔同嘅差異嘅。甚至你可以睇啦，佢哋可能喺自己嘅行為同埋思想上咧，都會有差異啦。可能佢哋連擺金剛杵啊、鈴嘅方式都唔同啊，或者藏傳佛教裏邊啦，即係亦都有唔同教派有唔同法帽嘅設計啊、樣式啊，或者穿戴嘅方法亦都有唔同嘅。或者就係因為戒律傳承嘅唔同，所以藏傳佛教教派裏邊咧，僧團嘅穿着嘅方式咧，亦都會有唔同嘅。咁所以咧，係都係有啲差異嘅。雖然根本上係相同嘅，但係外相上係會有差異嘅。但係如果只係因為咁啦，就覺得佢哋從根本上有差異咧，咁係一個錯誤嘅。因為甚至咧喺家珠派裏邊，其實佢都有好多好多細微嘅差別。咁如果只係因為呢啲細微嘅差別，你就話家珠派根本上都唔同咧，咁就係會有啲捨本逐末、捨本逐末啦。所以真正有勇氣嘅一個菩薩咧，佢哋應該要做嘅就係咩咧？佢要盡力想辦法
要令呢啲各自唔同嘅呢啲差異，甚至亦都要將呢啲各種嘅唔同嘅思想行為呢啲善根係得以增長。點解咧？原因就係、舉例就係話，譬如呢啲差異啊，舉一個例子啊，就係譬如話，淨係法母穿戴嘅方式唔同，呢啲咁少嘅差異，其實都係為咗咧，係要去度眾生嘅唔同嘅方便，因為就係為咗適合唔同根器嘅眾生而出現唔同嘅示現。譬如靈馬派嘅弟子，我睇到呢個穿戴方式，就會特別係歡喜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家豬嘅弟子，佢唔中意咁樣戴法母嘅咁樣嘅一啲家豬弟子咧，而亦都要佢咁樣去戴法母嘅話咧，咁就可能唔係太適合啦。譬如家豬就會喺睇到家豬祈願法會嘅時候啦，我哋就喺度討論一啲規矩要改變。當時喺會議上邊咧有個討論嘅。當時弟子金剛持偏間仁波切咧，當時都係喺呢一個會議嗰度。咁喺當時剛裝家豬好多寺院嘅代表咧，亦都嚟到上密院嗰度開會。咁喺個上密院開嘅呢個會裏邊咧，係討論緊家豬祈願法會裏邊僧眾係要戴咩法母。咁當時咧就係講就係應該要戴黃色嘅呢個氈帽。因為過去歷代伽瑪巴係第7世、8世、9世伽瑪巴喺法會祈願法會上邊咧嘅嗰啲僧眾咧都有戴嘅。而喺當時咧亦都咧揾得到咧，最早根據呢個法母嘅注解就係第4世伽瑪巴出齋耶些佢寫嘅一個注解。亦都冇比呢一個更早嘅注解啦，甚至格魯派針對法母嘅注解，亦都係根據第4世夏瑪巴嘅呢一個注解啊。所以可以話法母嘅針對法母嘅呢一個解釋，可能最早嘅解釋，似乎咧最早咧都係依據第4世夏瑪巴嘅呢個注解，所以我哋話啦，後雲期嘅時候嘅戒律，總之我哋就係話後雲期嘅戒律要重新復興，要關於呢個法母嘅注解咧，就係呢一部啦，最可靠。咁夜晚後來有啲僧眾又再討論啦，佢哋就會講話拜託啦，希望法會上邊咧就唔好戴呢一個黃色嘅法母，因為剛裝家豬有一個花色嘅一個帽嘅。但係嗰個黃色嘅法母係實在唔係太好喎。一睇到係黃色嘅法母咧，大概就會諗到咧，好似成為咗格魯派咁嘅樣啦，就會因為有咁嘅習氣啦。但係其實佢哋唔知道真正嘅歷史係乜嘢，因為只係一個口頭上一諗到，哦，見到戴黃帽嘅黃色嘅氈帽就諗起格魯派。咁之後夜晚咧，啲僧眾就去到法王個房裏邊，就會請求法王，就係話可唔可以唔戴呢個黃色嘅法帽？咁法王都係已經解釋咗呢個歷史，亦都引經據典第4世夏瑪巴嘅呢個注解等等啦。但喺最開始嘅時候，其實咧法王係未揾到呢一個第4世夏瑪巴嘅注解，後來揾到咧就係更有呢個根據可以同佢哋去講啦，去解釋啦。總之就係曾經咧就有一段咁嘅故事啊。
咁法雲就諗起呢段故事，所以好多時候你睇一睇啊，呢一少少嘅傳統嘅差異，就係有啲人中意唔中意，其實都係因為眾生嘅唔同根器而做嘅示現。所以咧，呢啲唔同佛教嘅內容規矩，其實係無分別教派，都喺度弘揚緊佛法。亦都可以話咧，佛教亦都係可以係為佛教做咗好大嘅貢獻。所以咧，因此啦，如果係能夠咧好好咁去供養呢個十方僧團如法嘅生活嘅資具，咁做呢個供養而得到嘅呢個善根咧，其實比起供養佛陀咧，係更為殊勝嘅一種供養。因為我哋會話三寶當中咧，供養僧眾嘅福德係更大。點解會咁講呢？因為供養真人咧，唔單止會得到供養嘅福德，仲會得到受供嘅福德。因為好似供養佛陀、供養法，其實就只有供出去嘅呢個福德啦。另外咯，因為咧，如果我哋提供真人修持佛法嘅信緣，咁咧就能夠咧呢啲如法修持嘅如法修行嘅呢一真人能夠住世，咁樣從而咧佛法咧就能夠住世啦。咁所以可以話，咁令到咧呢個佛法嘅呢一個就能夠一路延續落去啦。咁所以因此咧，如果係供養十方僧團如法生活嘅各種條件資具，你供養呢一啲嘅話咧，咁樣得到嘅呢個善同埋福德咧，係非常之大嘅。如果咧，所以想要係累積呢個讓佛法住世嘅福德咧，我哋就應該要咧努力去供養呢個僧團，供養珍寶。咁講到呢個供養珍寶、供養僧團啦，正如經典所講。當然啦，我哋就係要去供養，就係呢一個真正清淨、真正係喺度弘揚佛法嘅人。當然啦，有一部分咧係相似，咁佢就好似係做緊護持佛法嘅行為嘅人。呢度有講到有兩部分嘅，呢兩部分嘅人我哋都要重視㗎。呢度就係喺呢一個學習米覺多傑傳記之教授裏邊咧，係米覺多傑法王佢所提到呢兩方面都要重視。之後喺桑傑巴珠嘅注解裏邊咧，我哋睇一睇，佢有提到喺呢種五濁惡世裏邊，五濁係咩咧？就係劫濁、命濁、見濁、眾生濁、煩惱濁。咁喺藏傳嘅無垢有尊者嘅注解裏邊咧，佢對呢個五濁有唔同嘅翻譯。總之咧，意思係一樣嘅，意思係一樣，只不過文字上有唔同啫。所以咧，佛教咧最重要就係有呢個三藏經教嘅部分，同埋呢個仲有修證嘅呢個部分。我哋就會話三學嘅修證嘅部分啦。咁具備咗呢個三藏三學體證嘅，
住持佛教嘅具備呢個三藏三學咁樣嘅呢一個，無論佢哋係在家居士到呢一個出家嘅比丘、比丘尼，我哋叫做四眾啦。再加上啦，我哋會話係有佛像、佛殿等等呢啲。一般嚟講啦，我哋都會話啦，我哋都係尊重同埋重視，但係我哋會話而家喺呢個五濁惡世嘅時候啊，或者你可以睇到啊，喺就算法王米覺多傑住世嘅時候，甚至係特別係而家現代啊，好多時候咧已經咧都唔太重視呢一啲啦。特別係喺法王米覺多傑嗰個時代，好多人係對啲居士、對佛教徒、比丘、對佛像、佛殿，佢哋咧對呢啲殊勝嘅對境咧，都已經再冇恭敬之心，佢哋甚至喺度破壞呢啲寺院，同埋咧佢哋嘅一近咧唔去俾嗰啲僧眾可以去持守戒律。甚至咧係要佢哋去從軍啊，做軍人，同埋叫啲僧人啦，係咯，係成為軍人。係咪甚至係要啲出家人去耕田、務農、起屋？本來出家人係要修行嘅，但係咧佢哋就要求呢啲出家人咧要從軍、務農、起樓，仲要俾佢哋咧非常微薄嘅一啲工資。當時因為本來生活咧已經好困難噶啦，咁所以咧就係為咗能夠咧攞到一少少好微薄嘅呢啲工資啊，所以好多人咧只係因為為咗係要攞到少少工資咧，佢咩都願意做，個目的就係希望能夠攞到少少嘅人工。咁所以好多呢啲人咧，就係為咗得到更多嘅呢一啲工資，希望能夠得到更多嘅獎賞。佢哋就係言聽計從啦。呢啲人呢，就更加唔會係喺呢個聞思修上邊努力，真正仍然係想喺呢一個道上聞思修嘅人呢，就當時就更加好似喺白晝日頭嘅星辰一樣啦，非常稀少。所以當時呢，呢啲講說實修嘅傳統、聞思修嘅呢個傳統呢，都已經式微啦。過去嘅嗰啲施主或者係啲國王啊，為咗呢一個僧眾而俾嘅呢啲供養啊，為咗寺院而去累積嘅各種嘅呢啲資金咧，全部咧都係被侵佔。因為過去真係有好多咁嘅事情發生。譬如舉例啦，呢一個某一個地區嘅人啦，佢會將嗰個地區嘅所有寺院咧都毀滅晒，之後咧佢就侵佔晒所有呢寺院嗰啲嗰啲物資啦，同埋佢哋嘅田產啊等等啦。所以總之就唔好講係佛法啊，係喺五濁惡世當時嘅時代，
可以話係唔好講佛法，係連世間嘅道德都淪喪。其實你好難揾到一個行善正直嘅人。所以話咧，嗰陣時係真係一個真正具有善心、行菩薩行嘅人咧，喺當時真係可以話係揾唔到啊！喺嗰個世間已經揾唔到啦。主要係法王米覺多傑嗰個時代已經係咁嘅一個情況。所以當時法王米覺多傑咧，亦都係深深咁知道佛教咧已經變成咁樣一個情況。佛學院嗰陣時都已經係，或者係禪修院嗰啲已經係當時已經係失壞啦。所以佢就當時深深係感受到，或者真正係知道，當時喺嗰個時代係更加係要具有呢個勇氣，唔可以再有呢一個散亂同呢個懈怠，要有一個振興佛教，要提起呢一個精神。咁嗰陣時佢都知道咧，真正要佛教真正嘅最好嘅方法係咩咧？其實就係要從自身做起，就係要自己係要切實咁去實踐佛法。亦都即係話，就係要喺自己嘅言行上係真正係要做到符合呢一個三乘嘅行持、如法嘅行持，係能夠謹慎咁樣去提防自己一切嘅行為，都係要能夠咧，要千祈唔可以有退用呢個三乘嘅學說相違嘅行為。所以當時舉個例子啊，當時佛陀就曾經有講過，就係話我嘅聲聞弟子，如果係能夠如法修持嘅話咧，甚至未來遇到饑荒嘅時候，就算啊，只係剩翻咧，好似一個指甲咁大嘅、咁細嘅一個田地可以耕種，得翻指甲咁大嘅一塊田地可以耕種。呢啲如法修持嘅僧眾咧，佢哋都唔會餓死㗎。意思就係話，只要係如法修持嘅人咧，佢哋係唔使擔心會餓死㗎。就算咧，佢哋嘅生活之具啊，可能咧係唔係有人係能夠提供俾佢哋，但係咧有夜叉同埋當地嘅神同埋非人咧，佢哋係一定會為佢哋提供㗎，所以絕對唔使擔心係會餓死。呢個就係佛陀所講過㗎。咁正如好似佛陀所講嘅一樣啊，就係要好好咁從自己實踐、切實咁去修行去做起啊，其他嘢咧都唔需要擔心。咁以上咧就係第29個頌文啦。咁之後就係第30個頌文。
第30個頌文，佢嘅科判呢，就係屬於取捨利害之法，裏面有兩個，一個就係第一個就係創造有利作為之法。佢個頌文就係是知末法500年，縱是像法之法所行善，本師釋迦亦為之盛讚，故而力見修斷與讀誦僧團，此為我妙行之一。咁按照桑奇巴珠嘅注解，我哋睇一睇。咁呢度有提到啦，係而家喺末法最後嘅500年啊。咁就係當時就話時值末法。咁呢度有提到佛教咧係會住世幾多年嘅。咁其實喺佛經當中咧係有唔同嘅講法，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喺律典裏邊咧，主要就有講佛法係會住世1000年嘅講法。咁喺藏傳嘅律典裏邊咧，係講會住世1000年，就冇講5000年嘅。但係喺金珠爾呢個藏文嘅大藏經，呢個係只係收錄咗喺拉薩金珠爾裏邊，係呢一個聖彌勒經裏邊咧就會有講到。好似係薩迦班智達翻譯嘅呢一部佛經，就有提到佛法咧係會住世5000年，同埋喺獅子言論師嘅廣注等等嘅呢個典籍裏邊咧，亦都有提到佛法咧係會住世5000年。咁呢5000年係點計咧？係主要係分為4個部分。首先就係果位嘅3品各有500年，咁加埋咧就有1500年啦。之後咧就係三學，咁就各500年，咁再加起嚟咧就係3000年。咁之後咧就再有呢個三藏，又再有各500年嘅，咁所以加起嚟咧就有4500年。咁之後咧，最後嘅500年咧就係持有表象。意思即係話，只係剩翻相似嘅佛法嘅500年，咁所以總共咧就係住世5000年啦。咁咩叫做教法住唔住世咧？根據戒律嚟講啊，佢有提到嘅關鍵就係咧，戒律有冇住世？咁戒律有冇住世咧？主要就係取決於有冇羯磨同埋儀軌，尤其就係話有冇如說行者。
咁喺呢個根本說一切有部彌陀那木德家卷第一裏邊有提到，啦，世尊咩叫做正法住世？咩叫做正法已經滅呢？佛告烏波離，乃至有丙羯磨有餘說行者，是則名為正法住世；若不丙羯磨無餘說行，是則名為正法滅壞。當時就係佛陀咁樣話俾烏波離尊者，就話只要有說羯磨者，咩叫羯磨呢？就係喺呢一個喺戒律裏邊有呢個羯磨嘅儀式，即係呢一個傳戒誦戒嘅呢啲儀式。咁亦都係要有呢個餘說行者。咁即係就係話咧，係好真正好謹慎、好重視、好如法嘅去行持嘅人。咁樣嘅人咧，就係叫做有啲咁嘅人種住世，就叫做正法住世。但係如果冇人再做呢一個羯磨，如果冇人再丙呢個羯磨啦，亦都係再冇呢個餘說行者，再冇一個人去好認真咁實踐呢個戒律羯磨嘅話咧，咁就代表正法已經毀壞啦。咁好多人就會話啦，哦，咁5000年裏邊，咁我哋而家係究竟屬於邊一個階段呢？咁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講法。我哋會話，而家已經係佛陀誕生之後嘅2500幾年啦。我哋會話而家佛陀究竟係確實邊一年出世呢？我哋冇辦法確定，但係大概我哋會知道係喺2500幾年之前嘅，有咁樣嘅一個講法。咁係，所以就係從佛陀圓寂之後到而家咧，已經係2500幾年啦。所以有啲上師會話咧，而家已經係咧，只係得返相似佛法嘅時候啦。但係呢個係咪咁嘅情況咧？仍係值得去討論嘅。總之，我哋而家係一個末法時代。所以其實咧，呢度有提到末後嘅500，因為果位裏邊都有3品，亦都有最後，所以咧，其實呢個所謂末法裏邊咧，其實呢一個果位3品3藏都有佢各自嘅最後嘅500年。咁所以嘅最後嘅500年咧，唔一定係呢一個嘅，但係喺呢度理解嚟講咧，都係講緊係相似嘅教法裏邊最後嗰500年。咁就係意思係只係剩低相似嘅佛法嘅時候啦。咁呢度就係可以話咧，只係剩低呢個相似像法，好似佛法嘅呢一啲法嘅時代啦。咁好多時候啦，出家人啦，
嘅服飾咧，亦都咧好多時候都唔再着啦。佢哋咧啲出家人都喺度着緊在家人嘅衫，亦都唔去念誦呢個信施蘭蕭等等嘅呢啲經典，亦都唔做回向。總之咧，就做出各種好多呢啲嘅唔如法嘅行為。甚至咧亦都好多人咧，好多人根本咧，亦都冇再憶念三寶嘅功德，甚至慢慢咧連三寶嘅名稱啊都冇再聽聞到啦。咁就喺呢個時候啊，當時法王米國多傑，因為佢真係熟知一切顯密典籍，同埋一切嘅呢一啲顯密典籍嘅，同埋佢嘅注解嘅心意，佢當時咧其實知道佛陀曾經有講過，喺末法500年，當只剩低相似嘅佛法嘅時候咧，就算只係守護咁樣係相似嘅呢個佛法，咁樣嘅呢個善嘅功德咧，都係好大嘅。所以意思就係話，就算呢啲出家眾都係相似嘅，形相上相似嘅一個出家眾，同埋佢嘅戒律都唔見得係好清淨，教法亦都只係剩翻好似係形式上、外相上嘅一個佛教，但係僅僅係守護咁樣嘅相似形式上嘅佛教，佢嘅功德咧都係非常之大嘅，亦都冇有其他嘅善功德咧係比得上呢個功德。點解咁講咧？因為咁樣做咧，係能夠令到好多人佢哋嘅煩惱減少，同埋能夠令佢哋嘅善根成熟。呢個意思就係話咧，就算係具備一個形式上，只係具備呢個出家相，整個佛教裏邊係只係淨具備一個表相，但係守護呢一個相都係好有呢個福德。所以法王米國多傑咧，就係將呢一個佛陀呢句說話咧係銘記於心。佢係大力咁樣咧，去護持呢一個真團。就算冇辦法真正恢復翻成為佛陀當年咁清淨嘅真團，但係佢都盡力啦，恢復係呢個研讀三藏，同埋係修學呢個三藏，能夠遮止三業惡行嘅呢啲咁嘅行嘅修持啦，同埋係大力恢復翻呢個佛陀嘅教法。咁所以法王米國多傑咧，佢依止咗好多嘅上師善知識，同埋佢不停咁去給予教學，培養好多弟子。而呢啲弟子咧，亦都去咗各個地方咧，成立咗好多呢個寺院、禪修院、寺院，甚至佢自己咧，亦都出資啊，建立咗好多嘅呢啲佛學院、真院同埋禪修院，同埋建立咗好多嘅
身口意嘅所依。咁呢個喺米各多傑嘅好多傳記裏邊都有提到，特別係喺佢自己所寫嘅一部典籍，叫做《米各多傑行持本身》。咁係邊個請佢寫嘅呢？係佢嘅親傳弟子南者雜巴。佢係後來成為咗第9世加瑪巴嘅上師，係佢呢位弟子請求佢寫嘅呢一部本身就有提到剛才講嘅內容。咁呢度清楚記載啦，佢培養咗依止咗乜嘢上師，培養咗咩弟子。剛才提到啲內容，亦都有米各多傑佢嘅親傳弟子巴沃佐拉、亦都有呢一個寫嘅呢一個著作咧，都有好清楚咁樣列出咗佢成立咗幾多嘅佛學院、禪修院，同埋有幾多弟子等等。咁呢個就係喺賢者喜宴裏邊就有提到啦。咁就提到啦，法王在世嘅時候，好多嘅呢個寺院咧，就係興建咗好多寺院啦，不停咁增長，包括喺麗江土司，亦都有起到康莊果寺院同埋多邦普寺院。咁喺拉上師雲丹王秋，佢被任命為住持嘅一所寺院咯。仲有呢個蘇南朗者所成立嘅一個寺院，同埋站邊站錯佢呢一個卡瓦加波建立嘅寺院。仲有喺呢個站錯，亦都係新建嘅一個龍波扎寺院。咁呢度提到好多嘅寺院，呢度就唔多講啦。咁當時米各多傑嘅弟子又好，或者佢嘅施主都好啊，佢哋都係興建咗好多嘅寺院。特別咧，當時特別喺雲南麗江嗰度嘅地方啊，其他附近嘅地方呢，都每年都要派呢500位左右嘅出家人呢，去各個地方呢興建寺院嘅。特別法王米各多傑呢，自己呢亦都係出錢呢，係起咗好多寺院。咁呢度係特別想提一提嘅。大概就係呢啲寺院啦。剛才上邊有提到嘅係佢哋嘅弟子同施主所起嘅寺院，但下面提嘅咧就係米各多傑法王佢自己出錢起嘅寺院。大部分呢都係佛學院同埋禪修院。呢個呢都係記錄喺呢個米各多傑行持本身裏邊，包括譬如有呢個叉蘇東佛學院裏邊常住嘅真人呢有250人，仲有加瑪加車蘇魯寧呢個寺院裏邊呢就有常住嘅出家人有120人。咁喺呢個拖謝呢個地區啊，有呢個加瑪杜扎林呢個寺院有250人嘅呢個佛學院。咁喺達波地區，達波嘅呢個溝古嘅呢個地區咧，
有一個真院叫達波九美寧，呢度就冇特別提有幾多人啦。喺呢個達波古野地區嘅呢個噶瑪錫珠陵寺咧，就有長住嘅真人有300位嘅一間顯密佛學院。喺呢個 Rati 甘丹陵寺裏邊咧 ，Rati 係一個地名。咁嗰度咧有一個佛學院，有300位長住嘅真人。另外有東國地區嘅潤清林，潤清林亦都呢個地方咧，亦都成立咗呢個佛學院嘅。喺呢個加千大營成立咗 Radhura 嘅禪修院同埋 Surura 嘅禪修院。Radhura 跟呢個 Surura 主要係修持大手印同埋那洛木法嘅呢個唔同嘅禪修院。喺呢一個 Radhura 嘅禪修院就有250位出家閉關行者 ，Surura 就有100位啦。將來有時間呢，再向大家講解呢一個 Radhura 跟呢個 Surura 嘅行者有咩唔同。咁喺一個公波扎拉江成立咗有200位真人嘅禪修院。喺呢個七渣貢地區咧，有100位真人嘅禪修院。喺公坡納普嘅地區咧，亦都成立咗有100位真人嘅禪修院啦。咁喺個波羅亞面呢個地區咧，有一個禪修院，亦都有250人嘅。另外咧，喺呢個薩瑪喺呢個烏瑪扎加嘅地方咧，亦都成立咗呢個禪修院。另外喺加馬巴大營、加千大營嗰度咧，亦都成立咗一個密咒真院。呢個主要咧，算係咧，係呢個密咒嘅呢個佛學院，叫做 Written Conjuring。所以你可以睇到喺加千大營裏邊，亦都有顯教嘅佛學院，亦都有密教嘅佛學院。可以話喺加千大營裏邊咧，佢都係到處移動嘅加千大營。但係喺呢個大營裏邊咧，又有佛學院，又有呢一個禪修院，亦都有唔同各種嘅閉關行者，唔同嘅禪修院。咁喺呢個索加地區，亦都喺宮保地區咧，亦都成立咗呢個密咒真院，有110人啊。咁呢度睇到咧，美國多傑佢自己出錢成立嘅呢個佛學院同埋禪修院。我哋唔計前邊佢啲弟子同埋施主所成立嘅密咒院同禪修院，佛學院同埋禪修院，只係計法王自己成立嘅呢啲佛學院同禪修院，都係已經有好多，同埋入邊嘅真人數目咧，
都係唔會少過100人嘅，好多都有300人或者300人以上。總之就正如好似賢者起現裏邊有講啊，第8世法王就好似將歷代法王所有嘅善業集中喺一齊去完成。意思就係話咧，佢係喺好多過去法王冇去過嘅地方，佢就喺嗰度咧，亦都有弘揚到伽瑪家珠嘅教法。譬如啦，佢曾經有預言喺乍柯嘅呢個地方會出現伽瑪家珠嘅教法，咁所以法王自己亦都會轉世呢個地方。同樣咧，法王亦都有預言咧，喺後藏嘅方向會出現佛法，並且真係喺後藏嘅呢個地區咧，第一次出現咗伽瑪家珠嘅寺院。所以呢啲寺院咧，亦都有同預言喺南方最初發展嘅呢一個意思，即係前世法王嘅2、3座寺院相比咧，都係第8世噶瑪巴嘅寺院最多。另外喺文集方面，佢著作嘅文集方面啦，第2世嘅噶瑪巴雖然會有講過第2世噶瑪巴嘅著作咧，好似金珠一樣啊，有100幾卷嘅，但係咧到咗呢一個賢者起現作者嘅嗰個時代咧，只係剩低16卷啊，噶瑪巴是第2世法王嘅著作，但係第8世法王佢自己一個人呢，就已經有20幾卷嘅呢個著作，咁所以可以話係啊，第8世噶瑪巴嘅文集咧係最豐富嘅。咁從弟子嘅角度嚟講啦，第8世嘅噶瑪巴嘅弟子真正係捨棄甘心具足呢個出離心同埋真誠虔敬嘅弟子咧，亦都係最多嘅。咁呢啲亦都喺賢者起現裏邊咧，有好詳盡嘅記錄。同樣啦，喺行持本身，我哋會有講到好多佢點樣依止上師，點樣依止善知識，點樣依止佢哋係去積資淨障，點樣去做呢個教學著作，同埋點樣去透過教學著作培養學生，同埋佢培養出嚟嘅學生係具有啲咩特質，同埋佢咧係點樣去興建三寶所依等等啦，有啲點樣嘅不可思議嘅事蹟喺佢呢一部著作裏邊咧，都係好清楚。咁所以咧，係一部好重要嘅典籍啊！如果各位有時間，應該要去睇一睇，多去閱讀。有啲人就會覺得話：哦，法王米覺多傑佢起咗咁多寺院，亦都因此而招致一啲批評。有啲人會話啦：哦，你咧起嘅咧，都係寺中伽瑪干倉家珠嘅寺院，都係為咗係弘揚寺中嘅佛學院同禪修院為目的，建立真團。咁樣嘅動機同行為咧係唔清淨嘅，唔係應該要無分別教派咁去建立個寺院咧？但係呢個桑傑巴珠咧，
就係針對呢啲批評咧，佢嘅睇法係咩咧？佢就係話所謂嘅自宗自方，你指係咩意思咧？因為其實咧，我哋會睇到法王米國多傑嚟講啊，對佢嚟講，佢嘅自方自宗，其實就係佢心係嘅遍虛空，一切如母眾生。咁呢個就係佢所謂嘅自方，就係一切眾生。咁再冇其他所謂嘅自己同他人啦。一切嘅眾生都係佢自己關心嘅呢啲人。並唔似而家好多人啦，最係自私自利，或者只係帶住一個偏執去做好多嘅分別，自讚毀他。佢唔會咁樣去做嘅。佢唔止唔會咁做，佢甚至真正希望嘅咧，就係真正嘅佛教能夠住世，甚至都希望呢啲相似嘅佛教，如果都能夠恢復嘅話咧，佢都會非常之高興。所以法王米國多傑佢做嘅任何事情，佢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去做。所以佢內心裏邊本來就冇任何嘅呢個自他嘅分別。所以咧，如果呢個咁嘅作為啊，都係被講成為利益自己、打壓別人嘅話咧，咁樣一切佛菩薩嘅事業啊，都會變成有問題。咁仲有啲咩辦法去弘揚佛法咧？咁就冇咩辦法啦。咁好多時候，其實只係我哋以為佢好似係喺度弘揚緊自宗嘅教法，但係其實咧，佢內心並冇咁樣嘅分別。咁今日就講到呢度。法王米國多傑佢興建咗好多嘅寺院，但係咧，而家好多呢啲寺院咧都已經睇唔到啦，唔存在啦，亦都聽唔到、睇唔到。有好多人會問：喺邊度嘅咧？的確啊，時間一長，好多咧都已經係不復存在啦。就算係有啲寺院仍然流傳喺度，但係亦都已經係唔見得已經係加瑪巴嘅寺院。但係之後喺課程裏邊有時間嘅話咧，可能會再講一講呢啲仍然留落嚟嘅寺院，可以同大家
做啲介紹。咁或者大家咧有咗了解之後咧，可能會增長一啲信心。原來法王美國多傑過去嘅寺院仲有啊。好，咁我哋休息30分鐘之後再做啲課誦。